大家好，我係大圍金輝鐘錶韓阿 wing。今日要介紹海鷗呢個系列，就係而家鏡頭所見到嘅全新復刻版長雲面雙日曆機械腕錶，係充滿咗東方傳統工藝嘅誠意。喺呢度呢，就等我簡單介紹下咩叫長雲紋錶面。長雲紋係作為中國傳統吉祥圖案嘅代表，係具有極深厚嘅文化內涵，而且由古到今已經流傳咗幾千年。係寓意住長歲之運氣，代表住長雲綿綿、帥氣滔滔嘅美好祝福，就好似2008年北京奧運會上舉世矚目嘅長雲火炬。當時呢個設計震驚全球，而且仲代表住全國上下對奧運盛會嘅期待。今次呢個錶盤上面就刻畫咗非常細膩、栩栩如生嘅中國傳統長雲圖案。呢個系列嘅手錶直徑係38mm。厚度大約係12.5mm，而甩脫甩呢就係大約42mm，係一隻好復古嘅正裝錶。除咗佢嘅錶面吸引之外，佢呢個太陽紋9瓦錶圈都係一個好經典嘅設計。佢係做咗坑紋圈設計，經過精密嘅打磨同埋拋光，喺唔同角度嘅光線折射之下，會散發出一圈圈閃爍嘅光芒，有層次感得嚟，亦都夠晒貴氣。而喺功能佈局方面，佢配備咗非常實用嘅 Day-Day 雙力顯示，佢個星期分別可以顯示中文或者英文。而喺鏡面方面，佢係用咗合成藍寶石水晶鏡面，硬度極高，非常之耐刮同埋耐磨。今次呢個系列總共推出咗3款極具特色嘅配飾，分別係呢隻金殼金面，成隻錶由錶殼、錶帶到字面都散發住閃耀嘅金光，霸氣十足。之後就係呢隻銀殼藍面，就好似藍天白雲嘅意境一樣，充滿活力同埋時代感。跟住就係呢隻好經典嘅銀殼銀面，成隻錶望落去好有一種機械金屬嘅質感，夠晒襟睇同埋百搭，係返工低調嘅首選。而講到機芯，佢係用緊海鷗自家 ST2100嘅自動上鏈機械機芯，係有28粒寶石，而震頻仲每小時高達28,800次。睇到佢嘅秒針行起上嚟呢係非常之順滑，可以手上鏈或者自動上鏈。而手錶嘅防水深度呢就有100米，成隻手錶嘅錶殼同埋錶帶都係用咗 316L 嘅醫療級精鋼打造，防腐蝕、抗過敏，再配翻呢個按壓式蝴蝶錶扣，反轉錶底都可以見到呢個打磨得咁靚嘅機芯。海鷗呢隻長雲系列官網定價係3542蚊。有興趣嘅錶迷呢，可以上嚟我哋門市查詢優惠詳情。如果中意呢條影片嘅觀眾，可以 share、lik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就可以第一時間獲得我哋最新嘅手錶資訊。今集介紹到呢度，下集見。